日嘅最後一場比賽啊 ，L 嘅 A 組，你睇住翻個起步個次序啊！睇下起步都今日 P.Q. 第三仔，第幾個我飛，第三起步二仔，哇！呢個都嚟又兩三尾，第三起步第四個真係，第四個飛嘅，第六個飛翻嚟。第三大啲，第三OK， 可以試車啦，全部聽到啊！試車下先啲。我記住，全部車手開慢仔收住個站。最快嘅車最快嘅人喺度。我啲孖組齊嘅咁突然間咁單薄嘅，好多人啊 ，OK， 開晒。OK，LM A 組決賽即將開始，倒數準備。10, 9, 8, 7, 6, 5, 4, 3, 2, 1. 夠車，開。我打出嚟係加緊個火聲啊！我真係第三圈排位1、2、3、4、9、10、8、7、6。下邊啦，打車，嗰晒。頭條車咧係1、2號車啊，單仔同埋阿火星啊。開齊。打出條女嘅頭車，跟住2車。跟住係熒光橙白黃尾嘅3車啊 ，Apple 就4車。後邊個車
司機又係二車啊，追住佢啊，後二車佢嚟大概1秒多啲啦。得一隻八字彎佢嚟啊，有二車。呢啲係有競爭能力㗎。即係而且仲未擺喺嗰種地方啊，係搞佢嘅方法，新條女就揀一二車啊。我打杯頭以後嗰架二車嚟㗎，都好快。開波喎，我晒。Anderson 有個3車啊。一直到頭先都仲未得到二車啊，我知道都係喺後面嘅。好，開晒。你都要我識咗浪嘅，不過我識已經快咗1步添啦。如果你要快住啊，你過得快啲去行啊。啱先就 Anderson 開始報咗，開咗話位置1、2、9、3、4、10、7、8。係咪即係跌住咗我？哇！啱佢哋咁快啦，都冇勁喎，跟住。直路行先啊！1、2、9、4、10、3、7、6、8。又中間7色㗎啦，7色係新條女㗎，係3車嚟㗎。佢有啲話好似揾翻係2車㗎。2車喺邊度啊？係咪啊？2車喺邊度喂？2車你要加油嘅。
啊，喺他在。好，第一个，第二个，第一个，